坦洲環境最靚樓盤，而家首期3萬幾蚊咧就可以做業主啦，而且月供咧只需要3000零蚊。今日睇呢套單位咧係89平方嘅3房2廳2衛，帶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直接拎包入住嘅。而且樓盤咧仲有香港嘅直通巴，方便翻香港嘅業主。入門咧側邊可以做一排到頂嘅鞋櫃，餐客廳咧都係採用咗傳統嘅豎廳設計。我哋餐廳入嚟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啦，見到嘅所有嘢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包括熱水器、冰箱都有齊晒噶啦。我哋呢個樓盤嘅環境咧係非常之靚嘅，樓下咧就係生態湖同埋公園啦，而且咧仲有健身廣場同埋成熟嘅商業街，衣食住行樣樣都有齊晒噶啦。交通咧亦都係比較方便嘅，我哋樓盤有巴士去到珠海每一個區域，20分鐘車程可以享受到雙城嘅生活配套。而家見到嘅咧就係公用嘅洗手間啦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隔籬咧就係我哋第一間房，呢一間房咧係買一半送一半嘅，有270度嘅採光面。對面咧就係我哋第二間房啦，帶有飄窗嘅。我哋而家見到嘅床啊、衣櫃啊同埋床頭櫃都係有嘅，包括窗簾咧都幫你做好埋噶啦，直接拎包入住。主人房嘅套廁咧亦都係比較大嘅，我哋主人房咧可以擺放1.8米嘅雙人床，亦都係帶有大飄窗嘅。好啦，呢套單位就睇完啦，有興趣嘅朋友請聯絡我攞更多資料啊！